我听说今天黄仲凯会来华强北。Brian，哎，对啊，你可以跟他认识一下，也许啊他会投资你。啊？那引荐的人就只有黄灵溪了，你不觉得这样会有问题吗？你有别的办法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如果黄仲凯真的成了我们的投资人，那是不是我们就只能用凯源的芯片了？像黄仲凯这种人啊，只是药引子。啊？应该是市场上谁的芯片好，我们用谁的，这没错。但是就算我们拿下凯云，拿下星光，又能怎么样啊？他们属于高位，给我们芯片属于施舍，说给你给你，说不给你不给你了。但是领通不一样，领通现在处于低位，只要我们能一起度过这段日子，我们就可以成为领通最重要的客户，也可能是唯一的客户。你想的还挺远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“骑驴找马”？妈，哎，你起来了。哎呀，你看你，今天不用做早饭了，我已经买好了。哎，真是麻烦你还给我们买早饭呢。应该的。你是不是又是一个晚上没睡呀？工作来着。哎呀，你老这么熬着不行，身体就搞坏了。没事儿，习惯了。您不是今天早上8点半要检查身体吗？我知道您来不及做早饭，就给您买回来了。真是麻烦你了。待会儿我去送您。哦，对，这个你拿着。不，这个我们不能要，我们有钱，我们有钱。万一用得上呢？妈，听我的，拿着。车我也给您安排好了。那个，你们公司就一台车吗？你们还得轮换着用啊？我找薛总借的车跟司机。薛总是谁呀？你还记得上次过来，说自己是灵犀的亲哥哥那个吗？哦，那个人很凶的。哎呀，你呀就别麻烦朋友了，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就可以了啊。他就不怕我麻烦他。我去叫妮妮。哦，待会儿睡一会儿啊。哎，爸，还在睡着呢。好。哎呀，早点都买回来了。是，海潮人呐真好。确实不错。那还不是你女儿有福气？怎么，你就没有福气了？哎，瞎说什么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海潮给的。哎呀，你乖啊，爸爸现在送你去，但是回来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啊，让外公接你，知道你想妈妈了。爸爸保证下次跟妈妈一起陪你吃饭，好不好？啊，爸爸保证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了你的日程表，我知道你忙不过来，所以来搭把手。哦，你不哭了啊？跟阿姨上幼儿园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怎么了？知道你想妈妈了啊？想妈妈。哎，那个工厂整理得非常之好。你会说广东话？我爷爷是广州的。哦，多谢多谢，走得那么急啊！本来想请你喝潮州茶的。不用客气，我倒是给您准备了一箱非常好的白酒。哎，不，哎，对，不，我既然喝不了酒。你老大，你这是在考验我吧？是你在考验我。喝酒不是，我们做企业的真的不能喝。这个我爱听。对了，听说你这里很多的员工都是你的亲戚。啊，对呀，他们要吃饭呢。不忘初心，非常好。还以为你会取笑我用亲戚的。哎，哪家企业不用亲戚啊？我家之前卖马桶的时候，会有亲戚帮着。多谢理解，亲戚嘛，我有困难的时候不会走，其他人就跑了。这准备一下，正大好而为，相思而为。以后多多合作。多多合作。这就是中国典型的底层式作坊的企业。我们在美国的时候，那 Amigo
不也是这样？喝个 tequila，每天都跳舞，做的东西永远差口气。所以他们一辈子也做不出来伟大的企业。那你觉得中国人做得出来吗？反正倪志雄，不可能。不白天喝酒已经算不错了，大侄子、二侄子。黄林七，听说你来华强北了？消息很灵通嘛。我跟你说，倪志雄是这里的大户，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。好啊。黄林熙。他们长城1号应该是卖不出去，想要这一说情给自己透口气吧。管他什么原因，反正从做朋友的角度来说，黄林熙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吃顿有意思的饭就行了。哎，你带金文去见黄仲凯，你就不怕他去买黄仲海的芯片啊？那不是正好吗？可以测试一下他的忠诚度。有道理。哎，他想见就见呗，就算不是我，也会有人给他介绍的。也不知道我们领头这次能不能打个翻身仗。如果能成为好的合作伙伴，那自然是最好。要是成不了，以后他想认识，也会有人给他介绍，让他买凯运的芯片。我很欣赏你的说法，把梳子递我。行了，差不多了啊。换衣服，出发。对呀，今天晚上有事情，我要过去陪你们。好呀，我当然知道了。那有时间的话，肯定要带你们去吃最好吃的东西，是不是？要乖哦，不能收。静。张总，薛总来。来，大土哥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我怎么来了？我没事就不可以来的呀。啊，我朋友送了我8箱酒，你们现在穷的都问我借车了，给你拿2箱过来，招待客户，还有洗澡3折卡。啊，我知道现在就3折你也付不起，先拿着，以后呢，等你有钱了，慢慢付现。真不用啊，土哥，我不需要招待客户。什么叫不需要招待客户？脑子坏掉了？招待，一定要招待。你不招人家怎么待见你嘛？而且怎么招待呢？好酒啊，好菜呀。我哪有时间啊？我每天白天上班，下班了之后还得带女儿，还得做饭，还得洗碗。哎呦，你搞嘞！现在是大老板了，怎么还把这副怕老婆的东西写在脸上？你再这样下去，除了我，没什么人待见你的。土哥，我们搞技术这行的，如果拿不出东西来，就算我喝到胃穿孔，也没人搭理我们。如果我们拿得出东西来，那就会有人提着麻袋上门来求我们。少来，提着麻袋干嘛来啊？啊，收废品呐？买芯片呀？你才当了几天老板啊，就开始学会吹牛了，而且又吹得不像。阿头哥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是值得我学习的，我也一直在偷偷的跟你学习呢。少来，学你们家黄林熙好的啊，觉得你阿土哥没有文化好骗，芯片就这么大一点点，拿个塑料袋就装了。哎，这些话你在这里头跟我讲无所谓，出去话不好乱讲的。我知道你想学李董事长，学不像的，他画饼的技术比你高明多了。我跟您打赌，我今天跟您说的话，总有一天会实现的，您信吗？你还要跟我赌？你拿什么跟我赌啊？你有什么？你一个光脚的，还总有一天。哪一天啊？20年以后。哎，范叔，张总现在有客人。哦。好了，酒咔都给你摆在这儿了，我走了。真不用了，土哥，拿着。
你最起码犒劳你的这些员工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着有些人没精打采的，你好像人跑了。做老板的要小心，对员工好一点，不要对他们像老黄牛一样，让他给你挤的是奶，你给人家吃的是草。好了，阿头哥，要不折现吧？哎呀，张海潮，变聪明了。你今天怎么又迟到了？我9点钟去实验室的时候你还没到，你是几点来的？我要不迟到，我还不知道阿土给你送酒来了。送酒怎么了？凯源的 offer 我已经拿到很久了，他们给我2倍的工资。我因为同学情谊，我一直没说这事儿。海潮，我在这没日没夜的整天加班，手里的股票跟废纸一样。你们 CTO、CEO 每天吵架。那 MP4 手机基带芯片你也不参与设计，刘涵他比我们岁数小啊，他每天颐指气使的。你是著名技术天才。行了，我们都是老同学了，怎么在背后说刘涵不太好？你要是对他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我把他叫过来，咱们当面把事情都解决了，不就完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你辞职我同意，但是前提是，你不能去凯云。张海潮，我们合同上有规定，你辞职后3年之内，不能去同类型的公司，否则我可以告你的。咱们是老同学，你要告我？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合同上的条款。我也提醒你，咱们是老同学，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啊？话说，不能是对你有利的时候，你就讲同学情谊；对你不利的时候，你就只剩下个人利益。你这不道德绑架吗？随便你怎么说。哎，有好的想法了吗？没有啊，就跟那迷宫一样，还是一个找不到创新路口的迷宫。不是说有灵感是上天亲了你的额头，最近也不知道上天干什么去了。我们再想想。瞎想有什么用啊？都想了多久了？稻盛和夫曾经说过，当我们特别想做一件事情，并且为之付出努力的时候，冥冥之中就会有一股力量过来帮助我们。真厉害，还知道稻盛和夫呢。海潮，我看到你桌上那些 CEO 创业领悟的书了，我觉得接下来你可以读读机场那些成功学。但是1个多月以前我问你的问题，你现在都没有回答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低端里打转？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卓越？我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今天我最后一次跟你说，我认为你作为 CEO， 你的路线是有问题的。我觉得没有问题。那现在呢？我们就是没有创新的点子。你告诉我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怎么再便宜？所以我在想，我觉得你不是张海潮了。我怎么就不是张海潮了？你在清华的实验室里，一夜一夜的熬夜做出第一款 GPS 定位系统，面对伯克利那样的对手，你一定要战胜他们的时候，你在 TF 一次一次的攻克难关，然后又义无反顾的离开 TF 回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是张海潮。质量好不好不管，性能好不好不管，一次一次为了所谓的现实而妥协，这不是张海潮。你总让我们不忘初心，你有没有不忘初心啊？好，我们是不是得先做初级产品，才能做高级产品？我们是一家不知名的设计公司，
如果我们现在做出来高端产品，我们卖给谁？会有人买吗？诺基亚的采购会买我们的产品吗？不可能。德州仪器会为我们做代工吗？他们会把日本最顶级的光刻胶用在我们的芯片上吗？不可能。德州仪器每个月的产量还不够呢，美国的很多大公司排着队求着他们，也分不到多少产能。我们从代工到光刻胶，还有测试、封装，全部都是3流的，我们怎么做1流的产品呢？你不是 CEO 吗？你去想办法嘛，你去解决代工问题嘛。这话就有点不太讲理了。日本9月份刚刚发生了8级地震，很多的光刻胶工厂都受到了影响，全世界的产能都有问题，更何况是德州仪器。我们处在一个需要全局考虑的产业。哪个产业不需要考虑全局的？好了，你们别吵了行吗？想办法解决问题嘛。张总，你老丈人说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都不接，好像有点急事儿。不好意思。喂，爸爸，怎么了？海潮，没打扰你工作吧？哦，那就好。还行吧，就是发现有一个小瘤子。啊，大夫说了，今天就可以手术把它摘了。海潮啊，就是这个手术费，你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别太担心啊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哎，那太好了，我等着你啊。好，再见。你们在这等我一下，我有点急事儿，马上就回来。你们好好想想。哎，张总，需要我陪你吗？不需要。哎，你们这一天天的吵来吵去有意义吗？解决问题呀，军心涣散了能干什么呀？你少说2句吧，大家都不容易，再想想怎么了？又走一个，干脆都像欢叔那样请个假不来得了。怎么又是人家欢叔的事儿？说海潮最近真的是太忙了。忙什么忙？都把伺候老丈人、丈母娘接送孩子的事儿摆在桌面上了，算什么事儿嘛？不能这么说，谁家都有急事儿。但是你作为 CEO 来说，是不是应该先解决眼前的问题？有急事儿可以找人帮忙嘛？哎，那姜薇可以帮忙吗？张总是很爱老婆孩子的。我没有老婆孩子啊，你妹妹像她这样子。哦，对了，孩子。海潮，妈怎么样了？刚睡着。我去交费。对，给你。交费，谢谢。好，你稍等。这张卡划不出来。试试这张卡。还是划不出来。啊？那每张卡划一半总是可以的吧？我试一下啊。不好意思，中国银行的划出来了，但是交通银行的还是不行。把这些现金都加上，再划一下，加起来一共总是够了吧？好，可以了。这是您的卡。谢谢。哎呀，海潮，真是辛苦你了，还让你跑一趟。应该的，我不来，妈怎么做手术？是。哎，接个电话。哎，你接。喂。张先生您好，有位江小姐说是您的下属，要帮您接孩子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好的。哎，好的，谢谢你。爸，我得去接妮妮了，你得先走了。哎，你去，路上当心啊。哎，好的。爸爸回来啦，回来啦，这是爸爸的车子呀。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我们都吃过饭了。嗯，好好好。那小宝贝儿，没事，那你走吧。好的，我抱他上去就行了。好好。你还好吗？我抱你上去好吗？张海超，你为什么不还我钱？张总，我先带妮妮上去。好，你先带她上去。啊，妮妮，你先跟阿姨回家好吗？哎，钥匙给你。好的。我是你老同学，你可以欠我钱不还吗？我明天一定会想办法还你。不还也无所谓。我就住你家对面酒店，我每天都盯着你，直到你还为止，行吗？你怎么还没走？我不放心。那你帮我看一下孩子，我出去一趟。啊，辛苦了。老板，馄饨，双份2。哎，馄饨来了。嘿嘿。这小姑娘吃饭了没吃呢，一直就在这儿，说是要等爸爸下班。小姑娘，饿了吧？把这碗馄饨吃了，啊？吃吧。怎么吃别人的东西？哎，没事，我还没动呢。你吃了吧，你让小姑娘吃。没事，您吃吧。她饿的话，我给她要一碗。啊，真没事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啊。谢谢。老板，要一碗馄饨。哎。你乖，作业写完了吗？给爸爸看看。小姑娘多大了呀？怎么都11点了，还在这写作业？怪我这才下班。妈妈手术怎么样？这个点儿了，手术应该结束了吧？馄饨来了，慢慢吃啊。我要1碗就行了。今天啊，老顾客买1送1。你为什么？那个我馄饨皮买多了，放心吃吧。那个你媳妇儿不是做手术了吗？赶紧打个电话去啊。没事，我回去再给她打吧。哎，谢谢啊。吃吧，小樱桃。好，拿我电话打。哎，谢谢啊。我有工友也有电话，也说让我打，但是电话费太贵了，加上漫游更贵了。没事，点上好几碗馄饨了。还是半夜，我去公用电话亭拿手机卡打，手机卡能打折。不是，真没事，你打吧，你不花钱，我不要你钱。是真不用了，我现在给他打，他也不敢跟我聊。等回去吧，回去我俩还能多聊会儿。谢谢啊，慢点吃。
3万15块。没事的，下回再结吧。别。那这样，明天我让我的秘书给你送过来。哎，没问题，都是老顾客。喂，老婆。海潮，你怎么关机了？是不是睡着了？哎，我消息你收到了吗？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收到了。我们不管这个是不是真的，都需要把我们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尽快流片。我会让刘涵带队的。我自己负责处理长城1号的软件改装。你已经有方案了？嗯，是。你忘了吗？我以前是做导航的，所以用软件实现芯片的定位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可是，买500块手机的人他不需要定位。是，他们是不需要定位，但是他们需要减免话费啊。你想想看，他们经常出城，这换个地方呢，这手机就变成了长途费，然后就变成了漫游费，而漫游收的费用是同城话费的好几倍，对吧？如果我用软件改装的话，就可以让后台系统永远显示手机号码卡所在的位置。如果用2台手机的话，我可以让2个手机之间实现同城效应，那样就免了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漫游费，还有手机费。那他们在工地的时候，在吃饭的时候，在睡觉的时候，在火车上，在想家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给家人打电话了。用最少的话费，最少的手机费，缩短和家人之间的距离，让沟通变得更容易，更快乐。晚上好。不太好。我给你发的消息你收到了吧？收到了。所以现在你回我一条消息都是施舍是吧？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，气性那么大，那么好斗是吗？我跟你说正经的。我发给你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的方案看了吧？看了。真是费钱啊，足足比原来的方案多了1000多万的成本。好，那我最后再给你个建议吧，我们去街边开饭馆好不好？你比我便宜1块钱，我可以比你便宜2块钱；你比我便宜2块钱，我可以比你便宜5块钱，多好！汉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除了星光之外，我们是中国唯一一家手机芯片设计公司，我们不是街边开饭馆的。是个会做饭的人就能开饭馆，但是有几个会设计芯片的？我从来都没有妄自菲薄，也请你别好高骛远。进。郑总，文件准备好了。这是我们账户的实时余额，你看一下。不是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我是 CTO， 不是 CEO， 我就问你我的方案能不能干？按照你现在这个方案，我们手机的零售价会在1800块钱左右，比起星光，比起凯云，我们一点优势都没有。我理解你作为 CEO， 你要考虑钱，但你能不能不要张口闭口全是钱，只是钱啊？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，你会跟我一模一样。我不会在你这个位置上，我更不会和你和东升一样。好吧，为了证明我跟黎东升不一样，我决定采纳你的方案。什么？小伟，把文件发给大家。我在你那个方案基础之上啊，又做了一稿修改，大概节省了230多万，你们都看一下。
我金主大人了。对呀，海潮，咱们的资金是不够的呀。我才是你们的金主。你长得就不像金主。哎，你这怎么跟大师兄说话的？越来越放肆了啊！海潮，如果你真的给我这个信心的话，我可就开干了。那长城1号怎么办？你们别管了，这个事情我来处理吧。你们只需要专心研发我们的 MP4手机芯片就行了。这次凯云是在德州仪器流片的，成本不会太低，手机的售价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。我们还是有价格优势的，毕竟1500块的手机跟2000块的手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你说的这个我还是同意的。你要是同意的话，就在设计芯片的时候，别忘了本啊，好好的想一想你家乡的父老乡亲，想想看他们能不能买得起，想想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设计。知道啦，唐三藏。一天天的给他牛的，替师傅可紧箍咒给你戴上。现在有师傅和大师兄了，谁认领一下二师兄啊？我认，但咱这是工伤，过劳肥，我不是吃胖的，我是累胖的。拉倒吧你！哎，说到吃正好，我们的唐师傅看大家辛苦，给大家准备了潮汕牛丸，大家可以去茶水间享用。也可能是吃胖。我那边你吃了，多吃点。哎，大伙儿多吃点啊，多吃点，以后可就吃了上顿没下顿了，就要加班加点，艰苦奋斗了啊！多吃点，吃饱了再减肥啊！走，走气了，吃饱了再干。走，多吃点。打我干嘛呀？真当自己是孙悟空了，无法无天了是吗？啊！邮件你看了吗？你怎么想？哎。老肖，要来打机械。老肖，昨天晚上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到了吧？我纠正你一下，那是叫今天凌晨。今天凌晨我发给你的邮件看到了吧？没有。哎，别闹，我安排的怎么样？韩子，你是想听实话吗？行，你别闹了，我理解韩子的意思。就是让咱们咬咬牙，努力，争分夺秒把那个 MP4手机芯片做出来。还是你懂我？哎，你太懂我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时至今日，我才觉得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总监，而且我还是很想当这个技术总监的。同志们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我们这次一定要快，咬咬牙，拿出清华期末考试前的那个劲头来，不眠不休，艰苦奋斗。那我可不是清华的。那反正我是打算拼，我就睡在这里，而且你们也要睡在这里。这是领通成立以来最贵的一次流片，我们要用掉账户上所有的钱，而且我们第一次有了可以和凯云和星光面对面竞争的机会，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强、最好、最美。刘总，你要的睡袋准备好了，特意在仓库开辟了一个休息区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？睡袋，哎，我想做个实验，我看能不能装下我。走吧。走。哎，我不是睡袋啊。护照。有睡袋，有可乐，有方便面，应有尽有，物质极大丰富。哎，别，我自己走，我自己看看去。韩子，工作安排的很好，但是休息时间是不是还能再合理一点？我每天不是留了1个小时给你跑步吗？你管跑步叫休息啊？那跑步怎么不是休息啊？我告诉你，不要怕吃苦。那老一辈研究原子弹都没说苦呢，你凭什么说苦啊？而且你看，有吃有喝，有股票有未来，说不定啊，以后咱们的 MP4手机基带芯片拔得头筹，我们还有上市的机会。在公司，哎，我出去跟你聊，杰森有2个手机啊。干咱们这行的有2个手机也正常吧？正常吗？
我二叔就有2个手机，一个用来催债，一个用来躲债。哦，那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我是觉得吧，家庭是最重要的，家庭好了，我们才能好，对吧？那说白了，咱们没日没夜的在这工作，在这忙，说到底还是为了家庭。安排的不错。跑步不是休息啊。实验结果，有一个能让我翻腾。老肖，你再看一下昨晚的那个回测结果。好。最新的 bug。波形分析，逻辑处理。解决。解决。加把劲呐，加把劲呐！功能饮料不是刚刚喝过吗？阿土哥，我还得问你借点钱。没问题，利息可以。李总，来，我今天都没给你喝呢，来，我先敬你一杯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李总，我们领通的芯片可以宣传册你看看。真的，我跟你说说，我们领通的芯片在国内必须是数一数二的，我们也是创先的。这咱不看了，10杯酒，1000颗芯片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李总，10杯1000颗。哎，李总可答应我了啊，10杯1000颗，我可喝了啊！大家都是我的证人，好不好？小蛇，别臭美了，赶快走啊！哎呀，知道了。少喝点儿，能躲就躲。这帮老色鬼啊，没一个好东西。雪儿，好了没有啊？哎，出来啦！哦，留着吧，干我们这行的，这东西常备着。喂，老公。哎，老婆，怎么样？回酒店了吗？我刚送完客户，我现在在看夜景呢。是吗？深圳的夜景美吗？美啊，深圳的夜景特别美，就可惜你跟妮妮看不到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等你回来看长江的夜景。嗯，好呀，老公，有点想你，给我读首诗呗。好啊，你等一下。
我念了。我想和你在南方相会。听说那里湿润、柔软、破碎，还有你的眼泪。每当你远离时，对你全部的爱让我沉醉。你是我唯一的、最后的玫瑰。我想和你在南方相会。听说那里茂盛、芬芳，还有缤纷的花卉。你就是南方盛开四季的玫瑰。我想你在的每一个花季。